来看宜兰拜神农大帝五股庙，已经有200档的历史。在2016年嘛登入做历史建筑，也毋过当初有2派的信徒，一边想要起新庙，一边是想要来保留旧庙。后来经过县政府的协商决定要新的旧的并存，所以今仔嘛举办旧庙翻新的完工典礼。 大家尝试一下，把自己想象变成神农氏。不少学生伫导览员的说明之下种百草，体验神农大帝饲食百草的精神。宜兰五股庙是宜兰县祖奉神农大帝历史上久的庙宇，200年的历史，离到早起，旧庙经过拆解修复了后，陆续启用。 撒开庙门，代表旧庙展开历史新的一面。过去这座庙，因为和白下周期年久失修，庙方想要拆掉重建，和文化界组织提报县政府。经过文书审议了后，2016年将庙宇登录为历史建筑，引起庙方反弹。双方一直坚持，经过沟通，最后是用新庙兴建甲旧庙重组修复。那拆解过程当然就是蛮艰辛的，因为 拆解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雕刻啦、彩绘啦，或者是那些比较容易脆弱的东西。负责旧庙修复的建筑师指出，这座庙修复上困难的所在，都是伫拆庙时要注意，唔通破坏庙宇原有的雕刻和彩绘。经过历史调查研究，才会当成功完成修复。里面主要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噶玛兰厅，就是整个宜兰的一个开发的设置的一个进程，还有五谷信仰的一个过程的介绍。但我们的新庙 预计在2年后会完成。我们把神农慈悲的精神发扬光大。旧庙落成了后，内部有神农文化常设展，佮提供导览，予游客甲学生。若新庙目前还未完成，庙方指出，预计2年了后会当完工，予新旧庙会当并存，成做宜兰市地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